乡亲朋友，一困过後啊，轉到咧節目當中咯，好是新山線近邊度同大家小解咧，有機農場係專門為消費者即係講消費者有呢度需求，因此來種呢種嘅青菜啊本咯。你講到咧，不一樣啊，像當到鄉親朋友就講，頭先吼，還有看到安多種嘅咧青菜，선類咧都青菜，按照乜嘅名，樣板，然後有呢度嘅，想講佢嘅應用新盤有呢度咧，你下轉到節目當中來。門安啲嘅主線咯，頭先兩戶嘢嗬，係啲安啲小解體嚟。一頭前咧小麥草嘅小解體嚟，小麥草嘅筍頭有一種菜嗬，要按照嘛，人家正經啊是唔是叫風菜，白風菜。係。那按一般嘅風菜有形容嗎？佢係青色嘅。因為有要風嘅咪要白嘅咩？係。所以佢係白風菜。好，你睇白風菜係用班嘅隻機會，可以為來做。未銀行咯，你喺度講咯，係唔喺度種嘅？銀行係，也係銀咪即間係錢咪？佢即間拿過來，拿到來係唔講，讓個兒子拿本，係唔講哦，你做得種咩麼？因為天氣冷買，係天氣冷，你係咪前冬天都喺度買啊？當然都煮溫，好，而家即係講白風菜，韓國頭前也就會講一啲嘅，叫做日本黃菜係嗎？係方種菜，方種菜係咩一種日本黃菜啦。有兩種係名啦，你一東到啊，都頭先喺講到嘅嗬，東到意思講哦，你一胃腸唔好，胃唔好嘅，然後是食到咧嗬，因為啲嘛，白嗰啲全係膠質嘅東西啊，食落去會啊好多，所以東到你咪當好食嘅啊，好你係講到，不過講嘅你就唔敢食嘅，好你係東南去講，韓國呢度呢頭前還有。頭啊，蔥頭當普通啊，唔係講當貼片咩？梗係蔥頭種方式已經係下手啊。所以按一般到咧市面上看到嘅，你嘅人哋講到蔥頭，實起來係青色嘅。青色嘅核桃，青色嘅核桃。你呢度要係消費者講嘅。梗係係閩南人講嘅種嘅。閩南人來搬種嘅。所以講當河呢，嗬，你要買需求，所以佢係專門簽呢度做乜去簽皮沙種嘅意思。現在係種有機嘅，機種多是多安心啊。安心喺嗰度，就講像講阿用，讓呢度講呢度有為年紀去種，所以呢度是當安心。好，你睇睇全部燒解體嚟啦，嗬，都你按到種嗬，我講睇你啊，嗬，你頭先講到要去拿到種，有兩種要拿到種，嗬，韓國。啊啲哦，你越不見，全部係種咧，你係咪蔥頭係兩種啊？差唔多蔥頭有啦，你把79年頭啊，來差唔多蔥只標2000多種。這79年都見咯，可能是年年只有係兩種。差唔多年年有。好，大大細細種有10個啊，吼，你底下係2個嘅種有幾多嘅嘛？佢假實講啊啲。冇去算要幾多嗬？呢一部嘅呢，請你喺畫面上看到嘅咧，農民節大會，你係咪種？電視上嘅，你係該種嘅今年農民節嘅該種嘅投人人嘅那個模範農民。哦，投人人嘅一個模範農民啦，嗬，呢一種，學呢一些呢一部嘅係亮嘅，今年嘅，今年亮嘅，啊個呢一種咧。梗係該種嘅，今年而家苗栗上課嘅。去苗栗上課，是上課上睇你咪有兩個證書兩到啦，所以講真嘅咧，唔管你做馬條路，你阿張已經講到嘅，看到兩種係你兩種，體現，你係馬種？該種嘅就該8勝嘅金牌獎。8勝咪就係頭先講到嘅金牌獎嘅啦，所以講到要兩度啦，好，過來呢，我哋一種是係呢度強下協商啦，咪撈一個產品呢啲即係講拿到現場去。好，你阿姐講到要兩度當多種咯，都得到兩多種啦，呢種係天天啦，韓國人哋咪食啲機會撈人哋所種嘅按好按優良嘅產品，你做到冇強用嘅一個行銷方式。到呢位啊，你講到嘅嘛個行業是強用，你都愛見佢進修，從你頭先講你要去苗栗嘅上海農改廠也都係嘛會所咧上課嘛。
好，去上课的时间当然也是一种的进修的方式吼。你为固定时间去进修，你一假戏啊，迄爸爸咪跳下去。又上次来去还又上次来爸爸咪跳下去。用3年跳下去。好，像你一假安样哦，可能笨蛋讲爸爸讲会老你要转来听书做，用你这样办法接下去做。好，可能就当到的你讲系经验来为数嘛，所以于是问爸爸，韩国技术性的技术层面，你代替为用摆去跳脱给这个考场。你讲农业技术的部分啊，嘿，考场。出考的七教的物界。你七教4要的。系七教4要物界，然后是考就物个考就爽。嘿。所以你讲我去上课的时间哈，你为了爸爸讨论过吗？没跟爸爸讲。用3年讨论哈。你讲到阿爸，你会本去意见吗？你考场可能唔是按贴片而去上，你考场而贴片去上课。该到上课全部唔明爱一家要求爱，佢大學技術會通知來偏愛你係愛兩時代。哦。咁唔係講愛要求愛去上課，去到嘅像10歲全唔是免費。像台灣大學你去3年啦，中興大學、嘉義大學沒有，我全部有去過。10歲全部免費講師，全唔是錢，全免費。喺去嘅上課也真好，唔係大家上聖山嚟課。所有你的教室、乜嘅都係你的產校的小路乜嘅全有。喺台灣看嘅行下我嘅教授全部機會去擺去上課了。所以人之間係讓人對待人那樣，乜嘅課都有是做啦。唔係大將聖山咧，所以唔係單槍講哦，我係技術層面提升，你係個行銷嘅部分。就行銷部分，到人嘅教職，乜嘅課都有。哦，安樣，你自家本身係上課啊，嗬，你有知道講，會記得講嘅，讓你實際去做嘅，咪有冇票用喎？呢個東西樣啦，去上課，你係有興趣上課，你聽家真好，聽到嗌你唔啲嘅。是變為啲樣啊！安樣顯嗬，好講到兩位咧嗬，應該像 NDG 現兩行嘢當到嘅大概展售會，即賣大概應講搶頭也係高資掛鈎率全部有啦嗬，全部係你去現場錯嗎？你做得到大家嘅分享下，你都大概 ND 讓消費者面對面嘅世界啊嗬，你拄到嘅係講消費者讓講嘅啊嗬，出體講你一才麻煩你來做以外，還有拄到嘛問題啊？也係要學到嘛東西。有上次個消費者會我問下，佢真緊係有機嘅嗎？真緊係假嘅，有當然可能冇人講，我就唔相信係有機嘅。嚇！我之前喺食家來講，我前番食家來，都喺度農場來看，係看喺度用hin種嘅。係。嚇！佢消費者係咪相信喺度自家種嘅？係。係。所以講到你是會冇你自家來看，冇你買咗你試試看下嚟。好咧，提一位你父嘅太太就講，你哋咁真緊係有機嘅，好你自家來看，你自家試試看下嚟。好，過來還有你都會問題嗎？過來除非問個啲菜用hin食啊，因為上個做媽咪嗰種嘅。做媽咪係前冬你唔定用hin食。啲行用是你做到大家講下，冇啱唔啲咧。該有一擺上課嘅時間，該線上就係講，該做媽咪炒卵。做媽咪炒卵？炒卵自動好食咧，因為該如果係直接炒，有點酸酸嘅，咁講係有點酸酸，咁講直接去炒卵，佢就真好食。好，所以就做得炒卵係一種方法。好，所以你咪愛不是愛研究到食譜，你頭腦啲味道會記得當清楚哦。哎呦，這樣做得你們嘅時間，隨時就做得來回答佢。係，就是差不多做弄一行講，一行講野菜用hin食，用hin處理。所以你講你係炒卵有點好食，還有其他嘅料理方式嗎？很像個曲芒來講，大將煮未會腐冇食。我就像呢啲嘅腐芒嘅芎肉，會腐，很老卵來芎下煎是冇感覺，佢變成西式肉嘛。那煮湯，然煮卵化湯也唔會腐啦。很容易啦。大將蛋黃是會腐。
蛋紅為腐，所以按搭配到嘅其他嘅。兩邊有四色樣嘛，係感落去就冇感覺腐嘅。哇，真緊咧嗬！好，你一個 Andy 頭先講到8%嗬，大體是係打呢一個精力湯，還有其他嘅方式圖料理嗎？那換嘅加農調料嘛，真好食。哦，所以哦，農委會嗰度官員來個，嗰度大學教授來，我從來唔識清茶不認識，煮茶不認識，全部煮青菜不認識，冇煮啊，冇煮，按用青菜煮茶不認識，青菜細細啊，那本伊換調料教是真好食，用配飯食唔到啊，配飯菜佢又唔敢上色啦。哦，配飯嘅幾多咪唔敢食哦，所以你睇道菜幾多就做得上色，係講嘅是係換調料高就好咧，調料高。嗰種嘅大學出嚟調料高，真好食。哇，所以而家8%到強馬去品鑑嘅時間啦，嗬，嗰我那時嗰主辦單位，叫那裡我唔識看到嘅菜，我唔知係用人做啦。唔知用辦皮我講呢一般是用打汁，唔是上色換啲調料高。係，安佢是拿落來水滾滾的燒下果時，那本個有3成隻單位就該品鑑。係，按本地按頭天點調料高比換來食嚟，啲品鑑來吃食啦。哦，所以啲品鑑嘅時間吼，全部我來吃食咯。即係用最簡單嘅方式，按樣來食。一就係最好食嘅嗬，即係講簡單嘅料理方式啦嗬。一講，而家最主要係食呢啲嘅一個菜嘅品質當好啦嗬。一講，尤其農業嘅技術講幾多啲係熱情熱見到見進步，有啲人機會堅持講傳統天然嘅體好，唔係講因為產量利潤嘅考量是冇繼續做下去嘅嗬。另外呢，要講透過人幫人嘅方式來建議你老主顧經濟咪冇眼改呢嗬。所以好嘅東西唔係難簽，唔講呢最驚係市場，我希望講因為進行啊做得傳下去哦嗬。基本 NC 嘅時候到兩位嘅都希望之前還有阿伯來到 ND 嘅現場，希望希望大家有時來啲讓我聊，農莊聊。好，是到兩位嚟嗬，ND 是來聊下，家下咪愛記得咯，來聽聽 ND 嘅遠紅先生強下來，好好做聯同，希望大家。